也是安尼。有伊比哥罗、斯多亚两教门的特殊，甲伊辩论，有诶讲，即个扣人的话破的，要讲啥物？有诶讲，伊是亲像传别邦国的鬼神的，是因为伊传耶稣甲国我的道理，因就带伊到阿略山。讲，你所讲新的教，通得到知吗？因为你用奇怪的事传入阮的耳孔，所以阮爱知遐个是甚物意思。雅典人甲踮遐的出外人，袂顾伫别项事，独独是将新的事来讲来听若听。保罗徛伫阿略山中。讲雅典人啊，我看恁凡事敬畏神明，展然热心，因为我伫行游的时，看见恁所敬拜的，拄着一座坛，顶面写讲未捌的上帝。恁所未捌来敬拜的，我用伊来甲恁讲，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既然是天地的主，无徛起手造的殿，无互人的手服侍，若亲像伊有所欠缺，是家己用活命喘气，甲万物互众人，佮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徛起伫全地面，佮甲因和大生定着的时期，甲所徛起的地界。是要互因找上帝，检查通吹毛来得到。其实伊离开咱，逐人无远，因为咱踮伫伊内活、来叮当、来伫地，亲像恁中间做死的人，有诶有讲，因为咱遮个也是伊诶囝类。既然是上帝的囝类，就毋应该掠做上帝的本质，亲像金、银、石，人的功夫、人的心思所雕琢的。遐个毋知影的时代，上帝无穷坎，打就命令逐所在的人。拢总着反悔，因为有定着一日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公义审判天下。对死人中，互伊搁活，互众人有凭据通信。因听见死人搁活的话，有诶笑伊，有诶讲，我要搁听你讲这。对安尼，保罗对因中间出去。若是有几啊人活伊来信，中间有阿略山的会员张尼修，甲一个妇人人名叫大玛里，阁也有别人。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学了，请相连圣歌队。
讲道，请施条金传道。今仔的讲题是欠福音的罪。感谢主吼，今日是迄个牧恩之家的主日吼，咱的国阳李国阳牧执行长吼嘛，甲锻炼的团队，咱嘛拍拍啊，欢迎的吼，感谢主。好，谢谢吼，咱嘛欢迎咱今日会早起要讲到即个施条金团队吼，咱欢迎。牧师，各位长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年冬天拢在选举啦。我若转去放假，转去到台北，长滚，规年冬天拢长滚，拢在选举。来到教会，今仔日也看到咧选举。长老若选出来，就像今仔日我要讲题讲章，欠福音的一个共款。保罗先生叮当，有无？保罗先生看到满城的偶像，负担更加重担，责任来啊！但是无要紧，上帝甲咱同在。这是阮牧恩之家的解毒村。这是阮的解毒村。阮遐解毒村弟兄拢总是精神保护部的合作，感觉有判刑，伫我的村内拢有判刑过。不管你是酒驾，也是食毒的。若去用起诉判刑了后要解毒，甲精神保护的合作，就会当来到我遮解毒。我遐有伫做咱外口摆的皮雕，拢是我的兄弟学员伫遐改变了后，坐落来伫遐所雕刻好的这皮雕，拢讲上帝的话。我遐嘛有伫饲鸡啊啦，饲了袂歹，饲几啊水啊。这是阮的村家。总之，阮牧恩之家现在行到近34年，本受着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气力，要救相信的人。毋管啥物款人，只要食毒食酒，只要是社会边缘人，或者是人伫讲的福寿的无路用的人，今仔日上帝来呼召你，你愿意来相信，相信了后，你去做。相信阮的弟兄若愿意，生命拢会亲像我共款改变。我是一个食毒食18年的人，我前几捌伫遮分享过，所以我是有哪食毒的过来人啦。我解毒村伫边仔拢总感觉，高雄戒治所院长，对面就是高二感感觉。我毋若家属带来，毋若。有放这过的解毒的，我剩的时间大部分拢行边仔的感觉啦。监校长也是介护科长会叫我去分享一下。我毋是介爱去关，我是介爱将这福音。若感觉要叫我去传福音，我精神就来啊！我要甲好消息报因知影，无遐关的人就无毋忙的啦。遐人无毋忙，加上我共款伫台北。伫服侍，伫14的时阵，伫服侍遐流浪汉共款，拢总无毋忙啊。所以我时间拢甲福音互因，因为我希望因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爱，入来到我遐福音解毒的所在，认捌耶稣生命改变。有一日来到遮，嘛会当换做伊来讲台分享伊的生命的见证。下面，咱来唱这首诗歌《望主听痛手牵你》，这是上帝伫阮兄弟的心上上所改变的经历。阮来唱这首诗歌，请。地打来，
我的心心有愿知。当大风迎飞袂散，主的花带我来滚活。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毋望踮伫天。随梦失志有时的，主会听叫醒袂挽回，叫主的名，袂明白伊会听，你敢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求叫主的名，袂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望主听动手牵你。当乌云直直打来，我的心心有愿知。当大风迎飞袂散，主的花带我来滚活。袂捌求叫主的名，袂明白伊会听。你敢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求叫主的名，袂明白。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就牵你。主的名。好，谢谢。雄雄看到遐尼侪人会紧张啦，啊，阮着唱大声尔啦，哦，啊，阮着唱大声尔。有哪伫厝内一直练是安怎来到遮会跳针去啊？雄雄遮大阵，哦，会紧张。好，我今仔日个讲题就是欠福音的罪。保罗先生伫罗马书，或者是伫伫圣经新约内底，定定讲咱欠福音的罪，欠罪咧。有欠罪，欠人的罪。若上阮的是大人欠罪，规暝困袂去。庄脚人啊，阮帮了人啊，哦，庄脚人，阮老爸若欠人钱哦。规暝困袂去，赶紧行的，单纯哦，犯罪，阮是犯罪，嘛爱欠道德的罪，该行爱行的哦。咱知影，咱每一个信主的人，我是该读
毒品的过来人，所以我今仔日生命改变，上帝甲我放伫身躯顶，足大的负担，就是我欠即份社会边缘人的债。所以我有生之年，尽我伫上帝予我的气力生命内底行啦，行偌济算偌济，行甲见上帝的面啦。哦，到老我也是伫服侍啦，见上帝的面同款。哦，咱知影父母之间会疼，我的是大人，我伫食毒，互我母18冬啊，家庭破碎。关来毋关去，所以我是大人真艰苦，所以我欠是大人的迄种的温情，行袂了。好佳在，伫我生命改变后手的5年内底，我的生命改变，互我的老母真欢喜，嘛真感恩上帝伫我是大人老爸老母啊，有生之年拢信耶稣啦，来离开啦。所以今仔日上帝伫我身躯顶的救恩，我甲保罗先生同款，欠即个债我还袂了，我还袂了。毋管是啥物人，我拢欠因啦。高材生、学历介悬的、企业家、感觉的人，或者是社青的人、少年人，啥物款人，我拢欠因债。有机会，我就是甲福音传互因，所以。对着福音内底，上帝伫我的政治内底，希望福音会当传互需要的人。阮的芬兰的宣教师欠福音的债，伊是安怎呢？阮无文之家创立到近34年，就是芬兰的宣教师来到台湾这个所在，伫南部看见着食毒的人，哪会遮济？迄个心肝有够艰苦，这个食毒的要安怎？这个食毒的要安怎？产生伊欠福音的债。伊想要来学台语，伊想要来了解这个文化，所以伊融入创立无文之家。等甲无文之家成立了后，伊就退后，倒转去芬兰为阮代祷。所以伊迄种的热情负担，伫这个戒毒的心情上，才有今仔日阮行34年，才有今仔日的我。所以欠福音的债，保罗欠福音的债，就是来到这个雅典这个所在，灵魂所捆绑。雅典这个所在偶像足济，所以保罗来到这个时阵负担来啊，非常的着急。保罗无被着急啦，伊咧着急啥个？这个灵魂捆绑，着急灵魂啦，但我是咧着急钱啦。我伫说着急某啦，有个人是着急某，有个人是着急钱，但是保罗使命来，伊着急的就是灵魂的负担。所以咱今仔看到伊入去，这个负担来，一心一意。就是要甲福音传互雅典的人。咱来看，保罗来到雅典的时阵，咱来看到，伊互送保罗甲西拉的人来到雅典，伊逐工伫雅典遐个时阵，伫天后的时，伊看见着满城拢总是偶像啦，所以拢总是偶像，保罗就着急起来，保罗就心肝内真艰苦。艰苦这个所在，哪会无福音啦？艰苦这个所在的灵魂，拢受到撒旦来捆绑啦。所以有保罗迄种的艰苦，是一个宣教士迄种的精神艰苦。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真艰苦的情形之下，所以伊每一工拢伫会堂，来教这犹太人，教这敬畏上帝的人，外邦人谈论啥个？谈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搁活。所以2000几年前，保罗伫即个所在宣讲定十字架耶稣甲搁活，来2000几年后啊，有效无？足有效的。福音传遍每一个所在，所以伊去雅典，伫即个会议堂内底，伫即个哲学家文化的所在，伊讲拢讲十字架耶稣，讲死搁活的耶稣。当时足侪人甲起笑。圣经的后壁，甲保罗起笑，你是咧讲啥个？阮想要听看卖。你讲的话实在有够奇怪啦！你是咧讲啥？阮想要来了解。所以保罗去到遐传福音，拢用起笑，就像较早的马街、较早的宣教士、外国人来到遮传福音的时阵，定定嘛用起笑。
但是迄个政治落来咱台湾有效无？有效。摊开，咱甲到即马我阁知影马街，到即马我阁知影较早遐个宣教士的名。哦，所以保罗含这人伫辩论，伊比加洛甲阿斯多的铁牙家伫辩论。有人讲你是乌白伫讲啥话？你是乌言乱语，乌白讲伫讲啥物话？因为知影保罗讲这对因来讲4个月的耶稣来讲，你即个学问，甲阮铁学即个文化来讲，你敢若亲像触角鸟啊，伫路林咧捡食，食无了的捡食，学历有够浅，讲啥物4个月，讲啥物定时字架，所以迄当时因无法度通接受，嘛是有一寡人想要来了解，啥物？嘛有人讲你是咧传。保罗在传外国人的神，即句话因为保罗传讲4个月的真道。咱来看，伊就甲保罗带到议会的议堂内底，也就是我圣经看的阿列巴国即个所在。你所讲的神道，阮嘛想要知影。所以保罗就伫即个所在，伫会场内底，因为这个人20节甲咱讲。因为这人听到毋捌听过4个月的即个道，即个神学，因感觉传到因的耳孔，这是啥物意思？有奇怪，有够奇怪，这是啥物意思？所以因想要来了解，想要来了解的情形之下，阿典的人拢无过啥物款代志，因就亲像咱足爱听一寡奇奇怪怪的神明代志。所以，迄当阵雅典的人，咱知影雅典即个所在，雅典即个所在，五常比人较济，步步行行2-3跨步，就伫拜五常，就像阮邦寮共款，2-3骹步就念文啦，啊，就拢咧正念文。雅典即个所在，所以五常的文化有够济，所以保罗来到遮，保罗就伫安怎？保罗就伫因的当中讲。正人雅典的人啊，我凡事感觉恁是一个宗教非常热情的人啦，宗教非常热情的人。但是我毋知影恁，宗教非常热情的人，但是我有看见到恁有一座坛，顶面写无熟悉的神啊，写一个无熟悉的神啊，无熟悉的神，保罗就对因讲。那恁拜无熟悉的神，恁敢知影恁在拜啥？那即马我报互恁知。保罗就讲一卷册，伫创世纪讲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伊无带伫人所起造的妙事啦。保罗就甲因讲，伫咧传福音的时阵甲因讲，既然伊是上帝。伊就无可能是人去雕刻，人去起的庙，起好来互上帝叫伊大遮大，伊就大遮大。上帝是无受限制的，毋过恁在拜，恁拢毋知影恁是咧拜啥物神。但是咱知影，各位弟兄姊妹，咱知影咱的上帝是有名的啦。但是因毋知影上帝是啥物名。咱的耶稣基督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咱知影咱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上帝，但是因所拜，因毋知影咧拜啥位，啊嘛亲像甲我以前共款嘛，毋知影我咧拜啥位呢？石头啊撒咧安保啊砍的就拜，有无？饲我若种较久的30-40年，安保啊砍的就拜，我嘛毋知影我咧拜啥位。但是因为有这本圣经，因为有上帝的帮忙，我拍开上帝，我看到圣经内底的奥秘，我才知影讲，原来有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既然上帝无用人手所起的寺庙来伫遐，伊嘛无欠啥物坏啦，也免欠咱啥坏。咱服侍上帝，我今仔有上帝救星，理所当然的啦，我爱服侍伊。但是上帝袂去更要欠啥坏，上帝颠倒甲性命，甲开分互伊所创造的亚当，变成一个极恶的人。
所以上帝甲生命互人，甲万米互众人。所以保罗伊嘛有讲，伫亚当开始做出一个民族。所以我真正早是住伫台湾，伫即个高雄的所在。所以保罗嘛有讲，各位阿典的人啊，其实上帝伫咱的身躯边尔啦，离咱无偌远啦。虽然你看无即个上帝啊，天顶的上帝，但是其实伫咱的边仔尔啦。各位，上帝伫咱的边仔尔，因为圣经应允甲咱讲，两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伫聚会、伫祈祷、伫看圣经、伫恳求上帝的时阵，伊就伫遮啦。所以保罗讲离咱无偌远，讲互阿典的人听。啊，所以离咱无偌远，伊既然是上帝，你袂使用上帝你家己所想的来雕刻。安怎伊是神？雕刻用石头，用什么金银珠宝石头来雕刻？你甲讲伊是神，你就来甲拜，因为上帝是祭邪的神。你甲看迄阵伫旷野内底拜金牛犊，上帝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互上帝甲咱讲，除了我以外，袂使有别个上帝，袂使用什么来代替我上帝。所以上帝的诫命内底讲，保罗透过因，甲遮个慕道友，甲遮个外邦人、阿典的人讲，因为世间人无知，上帝无监察，但是上帝希望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互世间人来了解这位主了后，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悔改。救恩的宝贵，咱看到。当保罗伫阿典即个所在讲这个福音了后，讲即个好消息福音了后，讲定时节，搁爱耶稣了后，咱看到有人起笑伊，嘛有人讲，阮想要搁来听看卖啊！你到底讲这奇怪的代志，阮有想要搁进一步来了解。起笑伊是起笑安怎？上帝的话啦。若讲互无相信的人听啦，伊会愈听心愈硬啦。上帝的话若讲互相信的人听，伊愈听愈活泼，愈听愈有公义，愈听愈有爱心，愈听愈有气力，愈听愈有听传福音的力。啊，若无相信的人，上帝的话伫伊身躯顶做安怎做，拢亲像法老王同款，愈来心愈硬啦。所以当保罗讲这话了后，无相信的人就开始取笑伊啊，取笑伊。这个学问是伫对来的学问啊。阮哲学家，阮的文化，哲学家的文化内底的文化，无法度融入接纳你所讲的这四个话，这个新的道啦，阮听无。所以听无的情形之下，无相信的情形之下，就来取笑保罗。所以保罗伫因中间就来出去啊，就来出去啊，伫因当中来离开啊。但是保罗这场伫阿典这个所在传福音，虽然这个报道虽然伫议场内底，伫议会厅内底，亚历巴古议会厅内底，是因上界悬的殿堂来传讲耶稣基督。这济人，像要跟咱台北的巨蛋同款，这济人在传讲，虽然无介济人信主，但是上尾再甲咱讲，伊这场的报道内底有几个人，华语叫做贴近他啦。虽然伊传讲这场内底有一挂人听保罗所讲的福音了后，一挂人对保罗去，真做信徒，嘛有讲这个内底嘛有一个议员，这个所在阿典的议员叫做关丢尼修，华语叫做关丢尼修啦。议员嘛，阁有一个妇人人女士，嘛有名叫做大马里。
去对保罗信靠耶稣，成做门徒。好，最后我来结论。满城拢是偶像，心内就着急起来。所以感觉即块无毋望的是安怎？我讲感觉即块，若要叫我入去，上帝开得倒来啊！迄人规工坐伫遐底关愈关愈艰苦，愈关愈无价值，愈关愈无路用。毋是愈关愈大尾，是愈关愈无人要去会客。你咪柯文哲啦，阮这愈关愈艰苦啦。但是是毋好安尼黑白做啦，我成日拢吩咐心内着急负担，所以我负担感觉即块，我足爱甲耶稣的消息讲互遐个无愿望的感觉的人听，希望伊的性命会当甲我共款。所以即块满城丰富，保罗真着急。保罗即场的报道，最大用意负担心肝内真艰苦，就是万民100万人寄托伫遮的偶像的身躯顶，以后的审判会艰苦，所以保罗激励伊一定爱甲福音传互雅典遮的人。所以我是过来人，所以我一心一意就是要甲这个福音传互遮个感觉伫关的人。这个落难的人，这个人伫讲的社会边仔间人，传互因了解耶稣基督。各位，你可能毋捌看过流浪汉办追思礼拜哦，佮别说我看到啊，因为我伫网甲服侍3年啦，13年，我拢咧含遮拍架啦，含遮做伙，含流浪汉做伙。阮流浪汉做伙，我虽然无做长老，但是我做副帮主啦，丐帮的副帮主。我无事是帮助啦，所以我一心一意要甲福音传互遮个做去遮个人听。所以我带某收到的红包，各位恁敢知影啥物红包？内底拢底统一发票啦。毋哪会安尼？你拍开目屎水流落来啊！无事摕互我，紧，这是咱的弟兄，每一个人的红包。我拍开哪会统一发票？这统一发票都伊伫7-11讨的啊，伫遐做去遮讨的啊。所以我含伊嘛介亲入介好的朋友，所以因无甲我当作是歹人，要甲摕身份证的，要甲骗身份证、骗钱的。我真正摕圣经，鼓励读圣经，互恁听，互遮流浪汉听的。所以这是我。激发我传福音，或者我的弟兄共款，遮食药啊、食酒的人共款。保罗虽然即场报道内底无大获全胜，无拢赢，无介济人信主，但是伊钓到一尾咱伫讲的乌浪船。即尾乌浪船你敢知影啥？亚勒巴古的关丢尼修啦，即个人有影响力的，即个人是当时雅典内底议会的一个议员，足有影响力的人。咱阁知影安德烈有无？安德烈福音内底，咱嘛是看到安德烈甲福音传互伊的兄弟了后，咱看到彼得即尾阁更加，咱咧台语咧讲的，阁愈大尾。迄个彼得即尾鱼有大尾无？本身伊就咧掠鱼的，迄个耶稣倒了啦。福音的使者，所以无去遐。传福音虽然无介济人信主，但是这个信主的人以后成做上帝的代言人，传福音安尼就有够啊！所以我入去感觉，不管伊100个、200个啦，内底若有一个人听，愿意认罪悔改，信耶稣要来甲我共款改变，大获全胜啊！无全军覆没啦，感谢主一个影响规家伙啊！好，咱来看这我的老母。别人去招伊，伊拢无爱去教会啦，听无啦。但是若伊即个了尾仔囝，母啊，我要当你放了啊，我望我袂走哦，踢顶啊，莫来教会哦。OK， 等我带听无，伊嘛是伫遐坐甲拄久啦。台语的听无，无听国语的啦，伊就是也欢喜，因为伊看到我改变。啥物人去招伊，摒底拢走一点无远啦。
教会哪去找伊就走呢，走用呢。但是因囝招伊去倒伊，这就是我生命改变，要甲福音，因为我欠我是大人的罪，欠福音的罪，欠我是大人的罪，要甲这上好的介绍给我的老母，所以我老母最后有哪信耶稣啦。哦，感谢上帝，你甲看，保罗宣告灵魂外邦人无定罪，哦，父母亲情的爱无法度回报，所以咱有生之年有当时啊，我当初嘛要甲我仲要放弃啊，无法度唔好勉强伊啊。我看我母啊，感觉互我伫勉强啊，艰苦啦。一直要叫伊信耶稣吼，伊足勉强的啦，因为伊的老爸108岁还未死的啊，足无奈，我无爱勉强伊。当咱要放弃的时阵啊，无爱勉强伊的时阵，上帝的神来一笔救恩就来啊，互你疗伤未够的。啊，就安尼信耶稣，所以咱的祈祷，当时上帝要做，咱唔知影，但是咱就是一直相信，一直祈祷，希望这个救恩，这个好消息，天顶的大宴席，咱会当甲咱的亲人做伙伫上帝遐来三见面，哦，有永生的生命，哦，最后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拢是每一个受你呼召来到圣殿当中恩典的人。主，阮确实领受到这个恩典，阮常常嘛在担心负担伫阮的亲人的身上上，因为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气是大福气，是白白赏赐予阮的。所以，阮得到这个恩典永生的生命，我嘛希望阮的厝内的亲人会当甲我同款得到愿圣神伫当中运作。当阮祈祷，当阮为着阮的亲人祈祷，当阮为着这个社区所做困迫、灵魂受到困迫的人祈祷的时阵，求上帝，互阮成做你的媒人，出去传福音的时阵，互人会当，互你来影响。听到你的道，听到你的话的时阵，会当互耶稣基督你来吸引，一个一个来到油厂长老教会内底来认捌耶稣，成做耶稣基督的子孙。主，阮愿你嘛祝福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团体，你家己亲自呼召选出来长老内底，会当同心合一，共有一个心志，为福音来打拼，互更加侪人。因为教会油厂教会来得到救恩，嘛求你来祝福阮无分之家，伫前线咧做这解毒解救，互困迫的人当中，希望上帝更加祝福伫阮所做的事工当中。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535首。咱今日时间吼，咱来受奉献吼，咱就这个回应圣体吼。这是咱用感恩的心带礼物献也这咱有听到无分之家师传道吼所分享的信息，真正欠福音的者无论什么款的人，拢需要主耶稣基督福音无论咱的亲人、咱的朋友。这个行伫迷路的人，这个社会边缘人，更较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有这个奉献录啊，咱会当利用这个奉献录来关心无分之家因的所做这个福音的事工互因会当真正更较会当互真侪需要福音的人听到福音，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互因会当。真正互主甲伊找到咱的师传道，佫会当互主使用，成做福音的器具。咱今日伫外口吼，伊嘛有真侪真水因做的即个皮雕啦吼，一寡艺艺品咱来当透过购买来帮助的。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我依了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对天摒落的恩典。万物拢是你所创造，世间万人也是你所养饲。感谢你赐阮食物，用平安喜乐甲阮三角之地。当阮带着感恩的心，献上上帝所赏赐的逐项好物，诚做教会事工路用。愿主加倍祝福，也祝福伫牧阮之家。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肯389首。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愿圣神的快乐充满伫恁，愿福音的大能透过恁来彰显，会当将福音传到亲人、朋友，甚至伫即个社会中迷失的人、社会边缘的人，无论是甚物款的人，拢领受耶稣基督福音，互因会当得到救，互因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享受自由的阳光，会当来荣耀上帝的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